这个以色列甲伊朗虽然已经停火，但是伊朗的国内也是有真侪反美国甲反以色列的情绪，甚至有继续战斗的声音。中国的官方媒体新华社旗下的社群平台微博评论讲，伊朗伫10天内互美国骗3届，也就是讲，伊朗互以色列甲美国装笑的。 多数已经停火，民众的情绪更宽真激动。伊朗民众当地时间24号组织伫咧德黑兰市中心革命广场，大声喊“引导以色列怕到美国”。 و اصلا از این آتش بس راضی نیستیم و آماده ایم برای اینکه سید علی خامنه‌ای یه فرمان بده که جان فدا کنیم برای نابودی اسرائیل قاسم. یه روز جبران میکنن، غافلگیرت میکنن. ما غافلگیرت میکنیم. 满腹正义的伊朗人，当伫咧等伊朗最高头人哈米尼的指示，若是一声发落对战到底。只是哈米尼即马就亲像消息共款，唔知人伫退。The supreme leader, the Ayatollah Khamenei, is silent right now. It has been more than 24 hours since we've heard from him. 哈米尼讲，绝对未认输了后，就无搁再顶出声音。伊朗总统是讲，阻挡侵略者得到历史性胜利，只是这个讲法和伊朗亲密朋友中国就无咧信透。中国官方媒体新华社旗下微博号码孤单琴就分析，伊朗10天内上少曲欺骗3摆。 Love to see a peace deal, a strong peace deal. They cannot have a nuclear weapon. 伊朗第摆总计是相信和美国谈判期间，以色列未动手，也毋过以色列真正动手。若以色列拍伊朗，美国无可能知影。But I'm giving them a period of time, and I would say 2 weeks would be the maximum. 伊朗第2摆总计掠准讲，川普真正会较慢派兵啊2礼拜，结果煞是敢若过2天，美军就派美土轰炸机，互伊朗未赴应战。 As part of a plan to maintain tactical surprise, part of the package proceeded to the west and into the Pacific as a decoy. 第3摆总计是美军的化东拍西，误导伊朗美土飞到关岛，实际上飞过第3洋精准轰炸。中国分析就讲，伊朗是中东强国，即马所叫美国边，佮讲川普讲的话骗鬼未食水。伫咧这边的小岛，伊朗会当讲是哄骗家戆戆死。 Hello， 我是张新文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